淨水器呢個行業 ，sales 從來都好少話俾你知處理水量呢4個字，佢哋通常都會輕輕帶過，因為講少啲就可以博你1年換多幾次濾芯啊嘛。醒水未啊？用市面上一款熱門嘅牌子型號，舉個例啊，佢標示嘅有效水量咧係2800公升，乍看之下好似以為好多咁喎，實際上其實呼一聲就用晒㗎啦。計條數你睇啊，一個 filter 處理到2800公升水，佢每分鐘嘅出水量係2.8公升，除翻1年365日啦，即係話你每一日其實只係用到8公升嘅水嘅啫。8公升係咩嘅概念啊？就等於你每日只可以用到3分鐘咯。以洗一個蘋果為例，隨手洗啊，都用咗你半分鐘啦，仲未計你洗阿 B 嗰啲奶嘴喎。講多個概念俾你知啊，澳門家庭嘅每日人均用水量咧係160公升喎，一家4口，如果有小朋友嘅，仲要用更加多嘅水添，一日差唔多用成噸水嘅，得8公升一日，咁你係咪真係夠咧？好多人初買部機翻嚟就係貪佢入門級夠晒平，但係用落佢就發現開始唔夠用啦，水流變慢啦，水垢出翻嚟啦，啲味又變差啦，然後佢就開始懷疑得唔得啦？呢個咪行業嘅死循環咯。回歸翻啦，淨水嘅本質就係耗材，佢嘅使用量就等於消耗量，亦都係等於換濾芯嘅頻密性。其實真正嘅你應該根據翻你嘅屋企人數，揀翻啲更加大流量嘅 filter， 但係咧有啲牌子嘅設計咧係特別絕核嘅喎，你入門級嗰個嘅濾頭啊，都未必駁得翻同一個牌子嘅另一個型號嘅，即係話好大可能冇辦法升級更加大嘅型號，最後咪只好夾硬買多一套新機咯。你估係你醒水啲，定係啲牌子醒水啲啊？點解我要話俾你知行業嘅秘密呢？咁係因為淨水器係有必要嘅，但係同時間亦都有太多坑阻礙你嘅正確認知。下一條片用我11年嘅淨水經驗，話俾你知淨水嘅更多秘密。關注正能量，淨水好拍檔。